大家好，我係 Jonas。與神談生死16，終極實相的複雜性遠超出你的想象。我哋又返到你臨終時嘅信念決定咗靈魂喺另一邊嘅體驗呢個議題上啦。冇錯，呢個正係我一片又一片重複話俾你哋聽。係啊，但我不斷咁樣重溫呢一個概念，因為呢一個表述嘅某個部分似乎讓我唔係好舒服。我一直喺諗到底係乜嘢呢？不過而家我諗我已經揾到啦。請講。呢個概念冇咩為嗰啲對死亡不抱希望嘅人，嗰啲發現自己處於害怕、恐懼、憂慮、自責或者懷疑心態嘅人留下舒適嘅餘地，對佢哋嘅家人都係一樣。我知道你想講乜嘢。我嘅意思係，好少有人死嘅時候，好似你所講嘅咁安寧，懷住美好嘅期待。我覺得更多人死嘅時候，嗰個詞點講啊？係擔憂，要唔係就係恐懼、憂慮或者係震驚，呢一切突然而嚟臨，就好似遭遇事故之類咁樣。我理解你所擔心嘅事，但係安心嚟自知曉所有嘅靈魂都會揾到平安、喜悅同埋愛。所有靈魂都會進入第3階段，同本源結合嘅時刻。同時喺死後生命路冇痛苦呢一種嘢，無論係情感嘅、物質嘅，還係精神嘅。我之前提到過，即使嗰啲想像自己會落地獄，而且將自己送到地獄嘅人，亦都唔會受苦。佢哋只係觀察到自己擁有呢一種經驗，但係冇情感上嘅連結嘅。你講過就好似睇一部教學影片咁，冇錯。佢嘅脫離嘅程度就係咁樣。你只係俾自己一個體驗，以致回顧佢，並且從中摘取智慧。但你唔會受苦。喺死後嘅生命裏冇受苦呢一回事。咁有乜嘢啊？有喜悅咩？有快樂咩？嗰度只有呢啲，冇任何負面嘅嘢。冇任何負面嘅嘢，一個都冇。但係我記得你講過，人期待乜嘢，佢就會經驗乜嘢。冇錯。咁如果有人期待受苦呢？如果有人選擇受苦，覺得咁樣係佢哋辛苦賺得進入天堂之路，或者係替自己贖罪嘅唯一方式呢？我記得你講過，死後靈魂能夠體驗到任何佢想經驗嘅事。冇錯。咁你就會感受到、經驗到受苦，除非你唔會。因為正如你所講嘅，你只係喺度觀看，就唔會體驗佢受苦嗰一部分嘅自己相認同。正確。此外，亦都因為即使你認同自己體驗受苦嗰一部分，你亦都唔會受苦。你等我墮入咗一個5里霧入邊，我真係有啲跟唔上你啦。讓我提醒你一啲我哋之前所講過嘅事，可以幫你更透徹咁理解。係，咁好好啊！呢一刻能夠有一個更完整嘅解釋，會非常有幫助。靈魂喺體驗到任何情景唔係我想要嘅嗰一瞬間，嗰個佢唔係我想要嗰個思維
會立刻改變咗靈魂嘅內在經驗，所以唔會有受苦。即使某個人極端嘅想像自己應該係受到懲罰，佢哋會創造自己所想像嘅經驗，但係唔會好似佢哋所想像去體驗，因為一旦嘗到了呢個體驗，佢哋會立即選擇唔再體驗。即使佢哋真係以為嗰個係佢哋想要嘅，死後生命嘅覺察，排除咗任何人執意選擇唔真實嘅可能性。靈魂會立刻知曉並理解受苦呢個觀念、想法同體驗都唔係真實嘅。喺死亡嘅第一階段，靈魂明白咗喺物質世界伴隨佢嘅身體唔係真實嘅，亦即係講身體唔係靈魂真正所是。喺死亡嘅第二階段，靈魂明白咗心智及佢哋所有嘅意念唔係真實嘅，亦就係講心智唔係靈魂真正所是。受限心智所有嘅意念係嚟自人類經驗嘅有限視覺。喺死亡嘅第二階段遭遇極大嘅衝擊，因為死後靈魂嘅視覺係如此廣大，不同於靈魂同身體喺一齊嘅時候嘅觀點。靈魂開始從呢啲抗爭嘅視覺嚟創造同埋經驗自己。一旦靈魂知曉咗自己唔係一個身體，佢嘅視覺會大幅擴增。你應該可以想像得出嚟，咁樣將靈魂推進咗死亡嘅第三階段。所有嘅意念，唔單係壞嘅意念，甚至係佢哋認為天堂嘅意念，都被拋棄，而終極實相就被體驗咗。因此，即使某個人真誠咁相信佢必須受苦，應該受苦，受苦係喺佢上帝眼入邊唯一贖罪嘅方式。贖罪呢一個意念同埋受苦呢一種嘅方式，喺靈魂擴大咗嘅視覺嚟睇，都唔再有意義。靈魂可以觀看自己試圖喺自創嘅地獄入邊受苦，但佢好快就會意識到創造咁樣嘅經驗係沒有意義嘅。我以前都認為靈魂喺體驗佢自己實相嘅創造者呢件事係冇乜嘢唔可能嘅。咁樣唔係唔可能，而係有冇意義嘅問題。靈魂冇理由去創造一種超出憶起範圍嘅經驗。一旦靈魂憶起咗受苦並唔係真實，僅僅係人類心智創造出嚟嘅經驗，就達到咗佢創造呢個私人地獄嘅目的。呢個經驗亦都係因而唔會再有意義。喺某種意義上面，咁樣係因為靈魂知道得太多啦，以至於啲經驗無法再提供乜嘢，就好似一個魔術師一片又一片咁樣玩住自己嘅把戲，但係只有一個觀眾，就係佢自己。咁我諗嗰位魔術師都好難令到自己保持樂趣啦。唔僅僅係難，而且係唔可能。喺嗰種意義上面，喺嗰種情景下面，靈魂係唔可能受苦嘅。咁連一丁點兒最短暫嘅時間都唔會咩？即使當佢產生興趣時都唔會？唔會，一啲都唔會。係冇最短暫嘅時間呢一種東西。你嘅問題只存在喺你所稱為嘅時間實相入邊，喺其中事情係按順序發生嘅。但係剛才我描述死後發生嘅於靈魂嘅一切，
其實都係發生於同一瞬間嘅。等等，你自己都講話係呢個按階段發生嘅喎，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咁樣。以你哋嘅文字嚟展示，的確冇錯。但呢啲階段係同時被經驗嘅，每一個新嘅經驗係抹掉咗舊嘅經驗，彷彿舊嘅從來冇發生過。你是你而家所是嘅，彷彿你從來未係別嘅乜嘢。真係抱歉啊，我聽唔明你所講嘅道理。你呢度嘅邏輯啦，等我兜唔起上嚟啊！以世俗嘅用語嚟描述另一個界域嘅情形或者係體驗，係一項挑戰。我只能夠講，所有事情既係按順序發生，亦都係同時發生。咁樣就更冇理由啦！啲事情啊，要麼就係按順序發生嘅啫，要麼就係同時發生，唔可能兩個都係㗎，唔可能啦！我話俾你聽，人生發生嘅一切，兩者都係。人生嘅一切既係連續嘅，又係同步嘅，冇錯。好啊！真係將我搞暈咗啦！我冇辦法喺現實入邊咧再理解到呢一點。咁你可唔可以設想一下呢一點嘅可能性？你能唔能夠擴展你心智嘅思維嚟設想呢一種可能性？你哋嘅語言裡面冇描述呢一種經驗嘅詞，所以我哋只好創造一個。咁我哋就話人生嘅一切都係同續嘅，既係同時嘅，亦都係連續嘅。咁我知道應該講乜嘢。我認為一切都有可能，亦都願意承認我對終極實相仲有好多要了解嘅地方，但係我只能夠走到咁遠啦。即使喺概念上能夠接受，我喺經驗上都想像唔到出嚟。我係無法想像呢一種經驗啊！我睇下能唔能夠揾到另外嘅文字比較接近真實嘅用詞嚟向你解釋，或者至少講得更加清楚啲。好啊！我真係需要幫助，馬上就要，或者我應該講話我同時連續嘅需要。咁就太好啦，好。而家跟我一齊想做一個冇時間存在嘅實相，但係唔好用你習慣嘅想像方式。呢一個實相裡面只有一個時刻，就係現在呢一個黃金時刻。已發生嘅一切，正在發生嘅一切，將要發生嘅一切，都正在此刻發生。咁樣對你每一世嚟講都係真嘅，而唔係僅僅係你所稱為嘅此生或者死後。區別在於死後生命中嘅你清楚知道呢一點，體驗到呢一點。好啦，不過請你等一等，我剛才話我每一世都同時發生，指嘅係唔係我所有嘅轉世，係唔係啊？係嘅，但係我講嘅亦都係你穿越呢一個轉世嘅好多次經歷。你係講我唔止一次經歷咗呢一世？冇錯，而且有好多可能性，好多經驗都喺度同時發生。
但係如果一切都係同時發生，咁就唔代表我有多重實相。難道你嘅意思係話係有平衡宇宙呢一種嘢喺其中？身為我，即係我尼爾嘅我，正係擁有其他嘅經驗，我就係呢一個意思。喺一場對話開始嘅時候，你話俾我聽，對話嘅部分內容對有啲人嚟講係超出常理。你果然呢講得到做得到啊！我諗好多人呢都話上面啲內容純粹只係科幻嘅小說，佢唔係。我之前亦都講過，呢個係科學，咁都係科學，係多重實相嘅科學。你以為你生活嘅世界只有三元次空間嗎？你去問一問一位量子物理家嚟睇睇，你體驗嘅三次元空間嘅世界，但係你並唔係生活喺其中。咁又係咩意思呢？意思係終極實相嘅複雜性遠遠超出你嘅想像。意思係真正發生嘅事，要比你嘅眼睛所能夠睇到嘅多得多。我話俾你聽，所有嘅可能性始終都存在。你從一個無限可能嘅多圍牆中選擇你希望經驗嘅可能性，而此時此刻，仲有另外一個你正做緊唔同嘅選擇。另外嘅我？冇錯，你係講我係一個多次元嘅存在，係嘅。